欢迎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提價規則。呢個禮拜先我們後來關心係稍早時美國總統川普朝住末日榜日，大家簡單話到川普係今年本大家最重要嘅事情。唔過佢做咧研究美國總統從人冇乜嘅太太之外，到底呢日榜日嘅表現樣板，稍後咧有哪啲關注嘅重點？今日節目地圖為佢炒繞強度嘅，你嘅老朋友也係關於美國專家楊俊生楊教授，老師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老師，我們一開始我們之前都會覺得說，哇，這慘的是2017年最大的黑天鵝出現了。那時候大家其實有很多的擔心，一直在某種程度是在等着川普出包。可是我們看，就這樣100天就過去了，明天他就職100日了，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狀況。那我不知道，老師以長時間關注美國的這些政治人物，尤其是美國總統的表現，你會怎麼樣？比如說，簡單講，幫川普打分數，你又怎麼看待他這個100日以來的表現？我覺得大概及格了啊，就說可能大概70分左右。為什麼呢？因為他當初他最擔心的就是他要所謂的drain the swamp 啊，要把華府的沼澤排乾，要把整個體制派的人全部排出去。但是不管如何，民主黨跟共和黨都承認一件事，就是除了那個福林之外啊，那個後來當然被換掉之外，換的 McMaster 也好，或者國防部長Mattis，對，或者是這個國務卿 Tillerson 這些，還有國土安全部長 Kelly， 民主黨跟共和黨都是承認這個內閣的閣員本身還不錯。那我們看到的是，雖然說大部分的這些負責實際各地事務的這種助理國務卿啊，都還沒有到位。可是川普好像呢，就接受了這幾個幕僚的一些看法，那再加上可能還有 Kushner 啊，是一個比較中道的一點，所以讓他的外交政策跟他競選當中的這些誇大的承諾是完全有一段距離。但是對國際社會來講，就認為說他回到了比較主流的美國的共和黨的一個外交策略，那這個是大家歡迎的。對他支持者來講，可能還是覺得說，你怎麼背叛我們了 ？U-turn, U-turn, and U-turn。對，很多嘛，對不對？包括我們講最簡單的競選當中說要蓋這個圍牆，然後這個圍牆一開頭說要墨西哥付錢，就墨西哥根本不理。They're gonna pay it in some way， 但是不知道哪一個 way。結果後來他就還不是要自己掏腰包，然後現在還可能沒辦法做，因為預算的問題啊。然後包括要說。對中國要宣布，第一天上來就要宣布中國是匯率操縱國，結果現在他我不會做了啊，所以這些的轉彎，那我們是覺得是務實的，甚至最新傳出來是。所以老師，你正面看待他的 U-turn？ 我正面看待他的 U-turn， 包括 TTIP， 他一開頭也認為說根本不要跟歐洲再談了，結果梅克爾跟他談過以後，他才發現哦，原來我不能跟歐盟單獨的國家談。但你知道他沒跟梅克爾握手。對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他慢慢了解到說，原來歐盟這些國家，英國例外退出了，是可以跟他單獨的。他說他喜歡雙邊的嘛，不能談單邊多邊的，但他都不知道他沒有辦法跟法國單獨談。是，他以為我可以單獨談，所以慢慢的，我覺得他在學習啊，這個學習過程當中。他也接受了這些對國防安全外交比較熟悉的，包括你看北約也不再是這個過時了，對，他原本是，然後日韓哦，本來競選期間說你們自己發展核武，要付錢哦，然後要付錢，你們或者你們自己發展核武，自己防衛自己，可是現在也換了啊，就是美國，換句話說，他競選期間批評奧巴馬的再平衡亞太。或者重返亞太，就他自己現在重返亞太了。是啊，我覺得這個都是比較務實的一面，大家都可以接受。所以整體來講，外交方面表現是還可以啊。那我覺得說，當然有一些還是我們會不滿意，就是從台灣的角度來看，為什麼他一上來就把 TPP 給宣布退出了啊？那還有就是他在一些中東的議題上面，雖然說敘利亞這個用戰斧這個巡弋飛彈去攻擊，看起來好像有，但是事實上到底做到了什麼，我們不知道。那另外就是以色列的部分，它也有一點點出爾反爾，是啊，就是本來說要把這個首都啊，不是美國的大使館從這個特拉維夫遷到耶路撒冷，現在好像也不提了。是，老師，這裡就是我們比較不了解的地方。你剛才提到，尤其是有2個重點，第一個。
川普的这些外交人士，其实到目前已经100天都还没有完全抵定。那第二点，川普在竞选期间，大家最骂的最凶，就是他完全没有外交的实战经验。可是经过这100天，包括美国媒体在内，以及老师刚才的评论，我们听到反而大家比较肯定的，竟然是他在外交上的作为，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落差？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看啊，就是他一开头是不愿意用这个体制内的人啊，所以说包括体制内，你不要以为是政府官员、前任政府官员，还包括那个华府的这种建制派的智库的人。所以我在想，他一开头在等，希望能够找到一些非这个建制里头的。但是呢，经过这一段时间以后，福林出包之后，然后我们看到他很多竞选团队的在白宫里头慢慢被排挤了，因为可能发现这些人在竞选当中，可能这些帮助他选上，但是没有办法帮他治国。那主持人刚刚讲这些主管这些外交安全、国防安全事务的这些官员都还没有任命，我认为是他一开头的时候是想要从体制外找，那现在慢慢发现不对了，找不到或者说不合适，然后也包括他这些部长嘛，大概国务卿这些都大概会慢慢建议他说，你还是要回到这里头找，所以速度就慢下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体制外的这一批，我们看到。在最近从白宫有些消息出来，就是他们在白宫里头也被排挤了，慢慢就出去了。库希纳这个女婿事实上是民主党这边的，他本来是民主党员，那所以他是比较中道一些，那政策上面会稳健。那既然川普愿意听女婿的建议，那我认为慢慢就会回到这个中道比较主流的这个色彩来。那竞选当中当然讲了一套，现在可能就没办法再兑现。老师讲到这个 Kushner，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特别关注，就是据说是由他所牵线而成的这个川习会。那这一场见面也是在川普就任这100天来最受到关注的元首高峰会。那这样的一个庄园会议，我们从现在这个事后来看，究竟谁得利了？然后有为美国或中国带来哪些实质的改变吗？除了他后来讲说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这件事情之外，我觉得大概3方都得利就是哪一方是第3方？北韩。OK，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不能跟中国大陆完全不对话的。所以他们有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对，他们本来就有这几个机制，对不对？包括美中战略这个经济对话、美中战略安全对话、人文交流对话。好，那这些东西都是每年的6月到7月要举行。川普在竞选期间批评过这个，认为说这些都是空谈，没有用。好，假使今天川习会没有举行，下面这些该怎么办？就是因为都不知道要不要怎么继续嘛，所以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见面之后，让美中能够来处理很多的议题。虽然他们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川普赚到一个什么100日计划，必须要在100日之内对这个经济的不公平贸易的议题要处理。所以川普现在就任100日。可能大家都拿不出太多成绩，可是下面还有一个100日在等着，就是跟中国大陆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它展现出来的是比较，就是能够跟大国跟这个不是那么不是传统的盟邦，但是呢，就是要跟处理大国关系。我觉得这个川普表现得不错，所以让他能够跟这个其他的国家互动，未来大家比较觉得说有点 credibility 了这是第一个。那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习近平当然是希望一个比较稳健的，第一个回到了一个中国，对大陆来讲这是最重要。那大陆也坚持要回到一个中国才跟你谈嘛。那所以川普也做了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当然有可能对他个人来讲觉得有点丢脸，就回到了一中政策。但是对美国外交圈来讲，这是好事那所以习近平这边让这个美中关系稳定下来，对他19大在这个布局也是有一些帮助，甚至邀请了川普在这个年底以前到大陆去访问。所以对习近平，而且在跟这个之前跟提勒森强调了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虽然美国没有重复讲这个名词，但是至少很多的这个内涵这个不冲突、不对抗这些合作双赢这一些东西都讲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老师这边我要打住一下，看似好像习近平还蛮有面子，可是别忘了在参选那天晚上，川普当着他的面宣布了这个他在叙利亚这个丢了飞弹。
这件事情难道不是有一点给他下马威吗？没有，我觉得他是，而且事后媒体整个这个关注的焦点，这个美中什么川习会都不是重点的。不对，这个我绝对承认，就是说，这难道不是事先布局安排好的吗？问题在这里，问题在这说他们是礼拜4碰面，你礼拜2。这个叙利亚丢了这个东西，化学武器使用化学武器，是，哎，阿萨德也不可能是美国授意他。如果你要有阴谋论的话，就美国授意阿萨德你使用化学武器，让我能够再展现，应该不是嘛？应该就是阿萨德自己使用化学武器之后，引起了大家这么大反应，当然他必须要做，你在这个之前做，还是在之后做，我觉得都很尴尬。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我认为是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刚好有这个机会。那既然阿萨德给了美国这个机会之后，那美国做给川普看，做给习近平看，最主要原因是说，让大家看到我是有这种决心的，所以请你帮我去施压北韩。如果你不施压，我自己做。我前面讲的说我会自己来处理北韩，那这个表示说我是说到可以做到的，因为我处理了叙利亚，所以。川普习近平的反应，我觉得也还可以嘛。他说我也反对化学武器啊，尤其是伤害小孩，和伤害小孩。但是呢，我希望还是走外交途径来解决。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而且也谢谢川普，就是至少你告诉我嘛。可是想想看，他不是第一个告诉习近平的，对吧？第一个讲的对象不是习近平，对，而且是包括盟邦，包括俄罗斯，他先跟他们讲，对不对？我们要炸那里面的部队赶快走。对，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意外啊，就是一个插曲，但是刚好被他用来让中国大陆可以认真的来施压北韩。那我为什么讲刚刚说北韩也第3个受惠者？受惠者，因为弄完之后，北韩就是说他大概也知道美中必须在他这个议题上面共同来结合啊。那可是大陆要求的跟美国要求有一点是一样，就是非核化的。是。那可是北韩，你看之后的太阳节也好，建军节也好，他发射过飞弹，虽然失败了，对，他搞过阅兵，至少也搞过实弹演习，没有核爆，就是没有核爆，他就玩了这个战争边缘人，他所有的面子也都赚足了，甚至。我个人认为，还有人说他的这个飞弹试射故意失败。对，那我们不知道，但我个人认为，就是在他阅兵的时候还穿那个西装出来，表示说我是可以跟外界打交道的。那现在你看到，包括川普现在也愿意先走联合国的路线，所以我觉得说大家都还不错。可是老师。卡尔文森号怎么解释？怎么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弄得像白宫跟国防部不同调？这我们看不透。我认为这个可能就是美国的这个横向的联系啊，是有一些还没有到位啊。就是当你这么多这些主要的官员啊，这种真正是主管事务的官员，这种国防部的这个助理国务卿啊、助理部长或者副部长还没有到位，那国务院的这些都没有到位的时候，我认为是有可能会出这样的差错，但是是不应该。那也有人说他搞不好根本就是吓人的，因为川普这个人就是这个吓人让我不解，因为刚才我们前面跟观众介绍，今天 Newsweek 的封面就讲说是 1 million dead， 如果跟北韩爆发战争就是这么惨，100万人死亡，而且是没使用核武，这种事情能够这么不小心吗？当然需要。川普有什么？可是川普这个人你也知道，就是他虽然在政策上面做了很多调整，法家湾，但他嘴巴还是。有在 Twitter 上也是，对，他就是 Twitter 上面跟这个说话方面，好像还是要嘴硬，死鸭子嘴硬，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当初讲对北韩的时候，他说无敌舰队，我想说你不要用那个 Armada， 那个西班牙无敌舰队是输掉的对，最后他用 Armada 这个无敌舰队。那无敌舰队好，你如果卡尔文森号你这个第7舰队、第5舰队什么一起什么都来了，第3舰队。问题在这里，根本是你难道不知道他在跟澳洲那边在演习吗？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过得来，但他只要方向正确了，他觉得就要来了，可能这是2个礼拜之后，他就先讲了，那就好像他现在先讲了那个说，我还是要盖美国的墨西哥围墙，但是今年没有预算，但是我会盖，那不知道什么时候盖，所以他这些讲话啊。有时候我觉得要分开处理，像我现在个人，我就在看他所有的
这个推特，OK，就是他从2011年开始的推特，他对台湾大概只有几则都是和买武器有关。OK，所以我们蔡总统也蛮聪明的，就是会说我要买武器，因为这是他唯一关心的，跟台湾啊。那然后大陆有这么多，OK，老師，那蔡總統買武器，下半場我們繼續嚟討論。我們先休息一下，下半場所嘅關心有關內政嘅部分，尤其家下教授所講嘅，以下財經分講係唔排除國際牌大電法跟川普與個共同馬界先了解下，你們先講。翻轉到討論嘅現場，上半場已經講到川普嘅外交政策，下半場的關係美國的內政。老師在內政方面哈，我們看到他還是不免俗的，在29之前發布了一個新聞稿，然後裡面講到就是說，川普是要讓政府減少干預百姓的生活，所以為了這麼做，他簽署了13個國會復審法案 （Congressional Review Act），然後這個東西它是超過所有前任美國總統的13個。究竟什麼是 CRA？ 那超過之前總統這個數量，這個意涵又是什麼？我覺得他當然是希望他的一些這個就是在競選當中的承諾可能會後來發現上台之後是有些東西是不容易做的，因為其實他的經濟觀是抵觸的，就是他一方面，譬如說蓋圍牆然後要重修美國的基礎建設，對，又要擴大國防的軍費，又要減稅。那你如果說這樣子，老師減稅已經公布了，不是只有說說而已。當然，我是你都要做的時候，是，那你怎麼去平衡預算？你的這個預算出來的時候會有問題的。所以我認為他最主要需要做的事情是說，我要什麼樣的情況之下，我能夠讓共和黨黨員，因為共和黨最在乎的就是平衡預算。雖然說但共和黨一直要減稅啊，終於他做到了。不是共和黨大概每一個總統都說要減稅的，就是這個是共和黨的 bread and butter， 他們基本價值就是減稅，然後另外一個基本價值就是他們也希望減少政府的福利開支，然後才能夠有平衡的預算嘛，那可是我們看到 Obamacare 到現在沒辦法廢掉，沒辦法廢掉就表示說政府還是要花很多錢，所以說你的這個平衡預算會有問題，然後再下一個就是如果你再繼續增加開支的話，因為你減了，你入不敷出嘛，你減稅嘛，然後政府開支還是那麼多，你又要舉債，舉債上限又是共和黨最討厭的東西。共和黨最氣你提升舉債上限，是最氣你不平衡預算。你雖然說不一定能夠平衡預算，你至少應該在做出一個假象，說我現在這樣子減稅，然後會有創造出多好的工作，然後到幾年之後慢慢就會有平衡，這個會達到這個收支的平衡。對，看起來他並沒有給我們這個，所以我覺得他要透過這個國會來 review 這些東西，看怎麼樣是最合適的一個方式，能夠我們叫做 optimize 吧，讓他的這個東西能夠最達到他的目的。老師提到這一點，就是蠻有趣，就是說他沒有告訴我怎麼做，他只告訴我們想要做什麼。對，那個美國媒體就統計，當初雷根呢在提出減稅案的時候，有500頁的內容，結果川普的是 A4 250字。可是這個東西，我反而會想要問，他簽署了13個這個 CRA，我們能不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就是因為川普其實縱使現在參眾都在共和黨手裡，但是這個共和黨的總統某種程度，我可以比較講說，他跟參眾兩院不是這麼溝通這麼充足，或者是他根本叫不動參眾兩院。我們講上次那個 Obamacare 這個對這個健保的方案，反對他最兇的是共和黨裡頭的所謂的自由黨團 Freedom Caucus， 是他們就認為說政府不應該干涉健保，他那個是完全要把政府廢掉的，就是在這個健保的角色裡頭，那你要取得一個替代方案。那假使你今天你的共和黨的這個自由黨團沒辦法支持你，對，你要跟民主黨打交道。對，雷根當年是跟民主，雷根當年他的國會共和黨還是在眾議院是少數，他都可以通過這些減稅方案。為什麼？他直接訴求找南方的民主黨幫忙。
我觉得川普应该做的是说，当你碰到你这个自由党团来挟持你的时候，你就应该找民主党，因为民主党要欧记健保嘛。是。那你稍微做一些修改，那大家也都承认说欧记健保需要做一些改革，那你就朝这方面，那而不是说摆烂在那里说干脆不投票了。那因为民主党也不想配合你，帮助你，但是你如果愿意放下身段来做，我觉得是可能的。所以这是他共和党里头的，好，这个是第一个我刚刚讲的这个价值的问题，就是有一批共和党是认为说政府根本就不应该介入这个健保。那另外刚才就在讲的，包括这些你要这个预算的方面，减税是所有共和党都可以接受，可是这次也减得太多了啊。对，你看公司税从35减到15，变成15，减掉20%，然后个人所得变成3个级距，最高只剩35%。根据预估的数据，美国在未来10年可能因此短收3到7兆美元的税收。老师，这影响可不小。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你共和党，你要怎么去说服你共和党那种坚持有这个叫做预算 budget 的这个 discipline 这个要有纪律嘛。你看起来税收会少，因为你减税。那但是你在什么地方要扩大你的税收？你就像刚刚主持人讲，他说经济成长会有3%增加 extra 3%。那你要像雷根一样，能够把它算出来多少年之后你可以平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你又不需要再继续举债，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举债，如果说你预算不足，可能又是这2天还是一个老问题嘛，就是你要不要下档的把政府关门等等。所以我认为共和党他并没有站在共和党至少在这个预算啊经济方面最主流的价值，有部分是的，有部分它其实还蛮像民主党的。那如果你像包括这个大家很多人搞不清楚，投资基础建设的，这是民主党玩的东西，不是共和党要玩的所以说他很多的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争取民主党，但是他这个人嘴巴很硬，拉不下脸所以就没有办法跨过跟这个民主党合作。在这种情况之下，确实他自己共和党里头派系这么多，那也不容易能够表现得很好。我们一直记得川普在竞选时候讲的那句话 "American First"。那经过这100天，我们看到确实 American First 了吗？另外一件事情，就这就职100日以来，是不是我们已经可以定义出何谓 Trumpism 川普主义？我觉得他当然还是希望美国优先但是呢，你看现在外交郭台铭也要去美国视察，所以我认为他在经济方面会确实吸引一些外来的投资，在美国的制造业这些都还是会有所以他会在这一方面，你看他做了那么多外交政策法夹弯之后，大概2个礼拜前吧，他还是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美国优先嘛，对不对？还是要朝这个方向，他必须要回头来安抚他的基本盘的在国内议题，因为大部分都受挫。可是我认为他的这个美国优先在经济议题上面，这个是做到了，但是呢，在这个外交上面，他大概终于认清美国不能走孤立主义美国不能只顾自己，所以也不课中国重税了，然后也不敢继续北约也没有过时了然后你看他不断派包括副总统彭斯先是国防部长去日韩，然后是这个国务卿去中日韩，然后彭斯去日韩、印尼跟澳洲所以你就看他又回到了亚太，他不是要离开这个吗？没有，所以我甚至认为他未来都有可能，如果日本跟澳洲他们谈成 TPP， 他还会不一定会回来，因为我刚刚前面想提的就是上个礼拜就发生了，就是他对 TTIP 嘛，大西洋伙伴协议，他也认为说是可以再继续那我觉得他这边也做了一点法夹弯。那如果这个是他觉得有必要作为一个在重返亚太该有的一个工具的时候，说不定他还会回来。所以这个是看到的，但他美国国内的部分，我觉得他确实还是强调希望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那这个是美国最需要的。他的美国第一就是 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 嘛，还是这个嘛，对不对？就是说希望能够大家雇佣美国劳工嘛。老师呢，重返亚太了，确实川普也开始往这个方向前进。跟我们有关的，我们看到最新就是昨天这个蔡英文总统接受 Reuters 的专访，说我们不排除他会再直拨电话给川普。假设有这通电话，重点会是什么？
我们看到，说不定我们政府很了解川普啊，就是我刚刚提了，川普大概在他7年多的这个推特生涯当中啊，大概有提到6次台湾。那最近就是有关他跟蔡英文总统通电话，但是他讲完那个电话的时候，还是讲了一句说，为什么我不能跟他台湾通电话？因为他买了我这么多武器。是。那之前呢，他有抱怨过奥巴马说，为什么你卖台湾武器卖的那么不甘愿啊，让中国在讥笑我们啊，所以呢，大概然后之后我们也看到他讲到一个中国政策，然后引发争议之后，接受采访都提到台湾，都是说台湾是买武器的。那我们看到蔡总统这一次，我写过很多文章抱怨说，为什么美国不把台湾当做一个价值的伙伴，在自由、民主、人权啊、法治，甚至是市场经济，都是他的价值伙伴嘛？结果不是，只谈武器。那我们总统大概也抓到他的这个很知道他的想法，就是只谈买武器啊，说我希望能够买这个 F-35，但是呢，我认为说，然后就是希望说，哎，中国大陆是不是也能够有些弹性啊，做一个比较有负责任大国的这个风范？有啊，总统说我们需要一份新的答卷，对，他这样讲。对，可是我认为大陆的方向一定会是说，哎。如果我今天都能够让川普回到一个中国，你难道台湾不能回到9·2共识吗？这会是大陆的想法吧？因为如果说今天台湾要跟大陆对话，我个人认为，就说你就用9·2共识去切入之后，你才能够见面谈对话，互信发展，最后你再建立你台湾很想要的一个新的共识。而不是说今天。除非我觉得我们政府是根本不想谈，你就坚持。